有台中市机关表示，台中市去年脚踏车夜死伤的事故车祸有3484个人，算是6都内底上严重的。即马就有民众表示，伫台中市区骑脚踏车着海含车路奥多摆烧济路权。台中交通安全协会有台湾交通安全协会即马有建议讲，台中会当甲车路做整体规划，重新规划出脚踏车道。较偏如一个就会当借着优摆个，这已经是台中市民的日常生活。不过，若要讲到伫市区一般车路骑车的经验，真侪民众讲，这实在是提心吊胆。会很害怕，对啊，所以有时候会不小心骑去人行道上面，因为就是怕跟摩托车会太靠近。自己的小孩的话，我就几乎不让他骑在就是有一般马路上，就是有专用道的才会让他骑。民众讲，若脚踏车道会较安心，但过毋是逐位拢有，大部分拢是爱骑伫一般的车路，所以直直发生意外。去年5月第5车着查某学生骑铁马，和后壁游览车去划着。今年3月嘛有公车和脚踏车的死亡车祸。台中市政府所咧强调的脚踏车城市，嘛因为安尼，互外界产生质疑。将配合市府各相关单位进行道路整体环境改善与检讨时并同研议。无你赶时间就踏骑，你敢若骑铁马就是无赶时间，毋才会骑铁马对吧？民众无奈表示讲，伫一般的车路，常常着爱含其他的车辆相争，只有家己较细致的，根据道安资讯查询网的资料。台中市去年度脚踏车死伤有3484个人，是6都第一名，台南甲高雄排伫后壁。对此，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讲，占台中市车路的规划有关系。借由透过这个车道瘦身的机会，来顺便修饰路型，让路口变得相对较正交，对交通安全应该是有改善的效果。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讲，事故的原因虽然和技术有部分关联。不过，台中市的非典型路口多，建议当改造车路，照为改来规划车辆的动线开始，用整体性的规划来改善车路的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